大品牌电池都是一样，你说电池都是宁德时代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大厂出的那种，买的就是电池零牌101，一个多月吧，我一下不到11万，已经跑了7000多了吧，一车呢。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款车呀？车的续航长，想着够用嘛。那你买车的时候是只看了领跑这一个品牌吗？比亚迪那我也看了，比亚迪贵啊，没有这便宜。比亚迪要650的就得13万了，这便宜开个5、6年、6、7年就不要了，一年不跑10万也差不离啊，5、60万的车不也就真不要了。那您信任领跑这个品牌吗？因为这个品牌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新势力品牌，卖的挺好，我这车卖的挺好的。大品牌电池都是一样，你说电池都是宁德时代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大厂出的那种，买的就是电池。这车买的就是续航嘛。月充续航是多少？650。你实际使用下来呢？对，中间能跑350，也够用了。和出租车比的话，这个车的体验感怎么样？肯定比那个强啊！这个车贵啊，那车才多少钱？那车到时候估计几万块钱，这车10几万。那这个车的补电的快吗？和那快，这车补电快。那天我补1秒钟就1公里，最快的是1秒钟1公里。之前那车呢？那个太慢了，但是出租车不是能换电吗？换电贵啊，多贵啊！你现在换电是排队啊，放不上。你现在电池270、8都是，一换都270、8，但是没电池，你当然根本就没有。你换个250、6现在就是冷的时候你换不上，没有充满了。你干这个不就要续航吗？你买这电车就是要续航，别的有什么用啊？